就给我做萝卜丝煎蛋就好了。哎呦，你有idea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爱吃这个。你的手在这手上。好，请你不要开老师玩笑。对没有看到他今天带什么来吗？老师，等下谁不乖就拿这个要吃。你坏坏哦。哇，他趕緊因為唔好老皮屎呢，呢度就吃到已經轉不開。係啊，要全部都妈妈蜜头哦，切末哈。好厲害！你又故意不看，我有發現。刘海比较滚细点啊。我還以為你說我愛管條豆。也是。哦，一家之主的主區裡啊，在挑龍用的很幸福哦，是不是幸福到哭了？我剛剛看你擦木子的，還有因為有加洋蔥。葱油。哦，好大力氣哦！老師崇拜你了。佢係挑龍件睇咧。對啊。你哋下發現啊？我都唔聽咧，做好你已經發現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保養薯坤，一家之主。感謝民族。哎，哎，真的哦，伯謙，我覺得你做的一件事情非常正確。長得帥的部分。大拜耶，有參賽站來的時間，你就會很記得記得按讚。啊，對，所以我們現在網絡粉絲增加了，鼓手一來一到你呢，來到係要名錄報名誒。嘿，講到重點咧，今日13月全部係用名錄來報名，韓語劇組哦，先讓跳跳講，係為到愛來嘅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謝林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林。謝林姐好，這位係丁有鳳師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三下來馬上來分享到鳳吹嘅參賽者係兩位表姊妹哦，分享到嘅係袁文姐、老師連記分享。係。哦，咱嘴裡一片係阿姐老豆太強下吼，類似通路嘅徐碧雲、徐玉鳳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大家好，杜順義好。哇，你家下小嘅係姐弟。一定有相差差不多15歲呢。戴着口罩其實看不大出來。對啊，都很年輕啦。真的。那大 V 係來自頭婚嘛哈？老師，你係搞那個口目的呀？教英文，我已經超過65歲，拿到敬老卡。好，恭敬婚的哦。我們現在教烹飪啦，現在教烹飪，雲端烹飪，很厲害。好，我們先問問看。好，老師，你有推薦到頭婚呀？大 V 有什麼？後高後色後撩的嗎？青春苦茶園。哎，那個是我的好朋友家。對，有賣苦茶園。你美句哦。賣有賣西咧。那邊是不是可以去參觀？都得。個檳榔樹柚啊，去到該農民柚啊，轉種該苦茶籽。哦，也是保育生態啦。生態。因為檳榔可能對體內啊，下冇好，下冇好，所以凍好啊。我覺得他們今天緊張的程度大概來到90%。我身為一個小隊長，有一個任務，讓他們完全做自己。是不是要咕嘰咕嘰一下？嘰咕嘰咕一下。可是他是老師。哦，錯。好啦，不用搶熟啊，好不好？放輕鬆，今天好好來比賽。好，我記得這個金春苦茶油嘛。好。大哥你去繞場後攬水嘅阿哥，你上嘅就通到兩片，因為好搞好料嘅。銅鑼叫華山太行山師，人哋要平安面，不太敢食。跟細細就可以是養還有嗎？還有，係。真嘅呢？因為他疫情都是我都係外帶轉移。很多帶轉移。對，推的呢。頭擺都按用去到上空。對。嗰個去擺牙膏，還有就是揀蜜粉。而家都係要。係要哦。人家就都給廟方做子果嗎？要行到我去。九華山沒有啲清油名。係啊。還有去九華山時間我買鹹臭嘛。鹹臭係銅鑼幾籠誒，沒有鹹臭，對，銅鑼鹹臭。九華山清油名啦，哈，然後你就是後山後水後東西後年輕，因為你而畢業係後廚兒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呢一關呢係我最好嘅一關，因為太極家全部拿出秘密武器，鼓手講一定會好食。對，還先看一下鳳吹啊，大 V。老師，你要拿的呢，這個是什麼呢？黑影薑。黑影薑，切卡做的嗎？嘿，自己做的。對。好，咁今日要拿一個黑影薑來作為料理，菜名叫什麼？
法拉必爆凉面，法拉必够凉面，哎今天是要吃凉面，对，而且我远远的看过去，那看到我们准备的食材好丰盛哦，很多彩耶。但讲是猜吧，对，还有什么？一言台上，对，等下马上比赛耶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喽！人家油吼，个相令时就出来咧。没问题啊，我跟你说，比的不是声量，比的是实力。嘿 OK 的。我等一下睇好我们把狗肉也虚掉，我就听到这边准备清喉咙了。他准备了好好小改，给你带来比美不提嘞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罗佩西，罗佩西，我的爱。妹一版的罗佩西哦，这是起架做诶。我看，来。来。刚刚你们就给我做萝卜丝煎蛋就好了。哎呦，你有的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就是爱吃这个。哇，哎，你懂厉害呢，懂厉害。我老给讲好了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被你破梗了，但是他们 SOP 流程还是要。好，还是问一下。哦，阿 Kimi 做来吹喵按到。罗佩西煎蛋。哎呦，太棒了，我好喜欢这道菜。最经典就是罗佩西煎卵啊！你去什么热炒店都会点下吃料理啊。哎，错。不过我还要问一下哈，为什么我说不是一般的 magic 版呢？是因为冻烧有哈个谁来哦，我去噶做。谁来？不是说泰国你点恰周呀？嘿，妈妈教我，就去个装罗佩嘞，然后装完妈妈教我个肉熟的肉塞，然后2年到塞一早。哦。但是怎么会想要跟妈妈学这个？不然跟谁学？因为我在海外11年，我刚回台湾，然后我想说在海外买不到我们台湾那个萝卜的香味。对，你看用阿妹的梅丝哦，来怀念故乡。好，那种冻喉的奉献，所以最重要的来咯。今天跟姐姐一起哦，有信心吗？有，真的有在海外。老师，我们就要跟他这种声量飙哎哈，飙过去哎。好了，现场马上倒数3、2、1，这样开始。哦，走得快些哦。这个比赛有点刺激。哎呀，你看我们那边，他在撒了面。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场了，去这样勾一款。先看啊，老师，你今天要擀面吗？真的？对呀。老师，这个是只有在小当家才看得到的画面呢。我等一下还要用它来揉面团。好，那这一块肉是哪一个部位的？这不是肉，这是面团，甜菜根。哦，你一拉给注水出来哎。对，我的手套。你的手在这手上。手套。请你不要开老师玩笑。对。你没有看到他今天带什么来吗？老师，刚刚谁不乖就拿这个，要怎么样？老师，你以前会打人吗？不会。你听他的声音，他怎么打得下去？你坏哦！老师，你可以用英文帮我们介绍这段料理吗 ？Sure. Well, I'm kneading the dough. 我正在擀面团。好好听哦，老师可以做的 continue 吗 ？It's going to be bigger and bigger. 越来越太耶。这应该免煮过的用办，要煮过哈。对啊，煮的水在这里啊。哦，那个是煮水机，那个不是，它也可以揉面团，它可以蒸煮、炒磨、切打、揉制。哦，那你了波명了呀，李老师，什么样的缘分？刚好要来拜拜吗？不是，刚好路过。所以你的面团是有加中筋还是低筋？哦，你这个问题问太好了，这个是高筋加低筋1:1，因为我们家没中筋。中筋面粉没了。所以它里面还有加什么配料吗？哦，甜菜根的汁。真噶切嘛噶？切卵。卵细啊。嘿。豆怎么解无落去爆鱼咯呀？冇人腌豆啦。前面团的时阵冇人腌豆啦。那凉面团有几台啊？香团，还係油豆。還係油豆。等你都慢慢嚟做。那這個可能改片好咧，好嗎？好，希望你。哇，哎呦，你要偏幫同咗個。哦，介紹一下。哦。羅佩斯，自家做嘅。自己咧。阿哥做嘅。先煎一下嘢，我覺得什麼好看呢？對，因為一張開油就會切。我知道，他趕緊因為唔好羅佩西呢，呢度就吃到已經轉不開。係啊，有媽媽咪頭哦。之外，除咗7個鐘嘅，7個鐘嘅啊。雞麻上嘅啲豆花，係7個鐘嘅，好好嘢。好厲害！咁你之前喺都奈國外咧？新加坡還有泰六。做生意，10年的公司。亞福較好動神奇哦，4個阿姐，至於一個老太。我最細嗎？係最細。還最細。親細。跟親寶比對不對？而且最大嘅阿姐哦，落去相差差唔多幾多歲？親太差18歲。
18岁呢。哇，所以那安永差15歲，碧云姐，人家就会懂下几嘛，穷生還好啦，还好啦。乖就熟啦，哦，乖是某项。我喊那个秀啦哈。所以小时候是妈妈带你比较多，还是姐姐图你哈？他有5个妈妈。用他，但是爸爸媽媽會做。現在在美國來彩排。哇，堂哥妹可以走地上哦。哇，那些老師哦。都好咧講，鹤崗國小。鹤崗國小，現場不要開玩笑的。這麼多老師，你們還要不要顧成績？來講一醫學採訪，老師今天為了誰來的？為了我們。老師，你認識張伯謙？有啦，怎麼可能？有啦，不過俺平地已經有歡迎進來。對，老師說沒有沒有。咩跟魚仔還有哈羅，講轉來啦。今日你一拖出來又講戰亂，不過戰亂就係羅佩斯啦，亂就好咧啊。蝶豆花要怎麼樣？甲蟲係較香啊。可是蝶豆花呢？蝶豆花係擺盤呢？對，或者是香味俱全。很香啊。那唔當然都要加面筋咯。為什麼？因為吼。羅佩斯都打亂發嘅口感又有纖維質，沒有那個 QQ。哦。面筋的話，一煎呢會有個小小彈性。你們居然用石頭哎！加面筋哎。就味道會比較湯姆空油米頭啊。我最愛吃羅佩斯煎亂，等一下請我給我最大袋，好不好？好，冇問題。好，我們大家都轉來哈。好。知誰？哇，老師在切面條了。人家叫法面哦，前面就有那個東北精餅店，對，然後它這裡要有一個玻璃牆，對，哇，直接丟進來煮。我看一下裡面，直接進去煮，對，要黑嗎？在水耶，裡面有什麼？水啊水，它有點像洗衣機會一直這樣動。那為什麼不能夠用我們鍋子的水？對啊，又買正差嗎？有什麼會算呢？自動煮面機啦。哦，那怎麼知道它熟了呢？它有設定時間嘛？對，老師要甩了，要甩了，要甩了，攝影機準備好啊！沒有戴老花眼鏡就這樣哎。哦，好鬆哦，好 Q 哦。對啊，來那個咩凍河油哦，哎，你允文姐默寫哦。比如說這一塊人體的豬油可以嗎？這樣子可以嗎？對，今天要是知道你有4顆蛋，剛才就分一顆給我們玉寶哥了。害我們改菜名，劍鑾扁都炒了。炒卵啊！你看朋友們還講又大毛啦。對啦，愛摸啦。沒有戴老花眼鏡就這樣哎。哦，好鬆哦，好 Q 哦。對啊，65歲還有哎呦，這個糯麵團。我們現在面已經煮好，剛才有給大家看到我們煮麵的畫面嘛？大家都提到東家的一泡起來過後，它就算好。煮過有個什麼個？我覺得比雪玲姐的頭髮還紅哦。這個步驟很重要，又叫做沖脫泡蓋送。老師對不對？所以你係用冷水係嗎？係係哈。不給冷。哦，不給冷哈。打結的。哦，變下 Q 啊。現在比較 Q。那個落冰塊落去之後點麼變冰鎮可以嗎？也可以。老師還需要水嗎？還有水嗎？兩片還有水。哦，這個做麵條呢，皮質白誒，這個自助。我們現在了解一下，給黑麻雞嘞。杏仁醬、黑芝麻醬、白芝麻醬和大蒜。哦，攪 Q 哈。哦。然後這個是甜菜根的。所以安源是參好嘞啊。擺盤擺是好嘞。等下學個師弟後攪就好嘞。我要吃很大碗。但我想看你用那個針注射。可是我們那邊的蛋，你們那邊啊，我們那邊的蛋。好，來，好哦，兩片裡面下起台，你看。我開始炒。你兩面有炒過係嗎？炒過，較香啊。這個吼，迄個拿來包給吹爆啊。對啊。凍好些。當上啲皮嘅。哦。我覺得大。那有做大槍色的吧？冇啦，送的啦。送的吧？都得，只是可以較淡嘛，不用比較它淡。啊，你兩面筋咪自家做呀？面筋買，係土豆面筋係啊，係磨土豆係面筋，對。啊，加落去。對。哦。蝶豆花咪自家做。誒，阿哥，我問你哦，你社區這個阿妹煮菜下多，也係阿姐煮菜下多啊？差唔多啊。腳都做每家，當好都煮慣就食，都是爸爸媽媽食。阿哥，我剪斷你發油，係沒有加太多的喂。對，加太多的。我是問鹽薄係嗎？因為我們油會不會不夠嘞？拉。
你们有个中平社区，对，哦，没有，都中品村啊。对啊中品呢有的 Hello 中品啊创立的，就是把中品好的接收不太干净地，因为向下好的摊上比较哦，有亲戚还都中品呢。哦，就会到中拼的时候就好啊，不下动音地。对对对，所以很有心啊。人家中佛走对吗？对，都得都得。再位下，再位下。好，啊，有就係樓梯最好選。好，那这里差不多了，Andy 就来倒数哦。好，烟囱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啊！鐵管要試搞不開，避免武器，變成料理，來做較佔到咧。耶！好，另一關呢，講真嘅，這盆佔到一個係愛不卡青好色嘅種羅佩時間了，另外一個係老師用你鐵板看到嘅機器了，做出現場擀麵，我們一齊吃吃看。一蛋糕係薄脆係嗎？唔係，加醬料。我天哪，這是我吃過有史以來最 Q 的麵，超 Q 的。老師那個醬好好吃哦，有胡麻的感覺。裡面給剛剛有講，它有加那杏仁醬嘛。韓國嘅麵條吼，唔單講豐盛嘅蛇木甜甜哦，因為要加甜菜咁，所以你仔細去咬的時候會有香味，非常的好食。跟你想象中的涼麵是完全不一樣的口感。平常都這樣吃嗎？平常嘿，也是將凍香，凍好食哈。米口冇同樣。我你一下就完全下攬出嚟一片嘅羅佩時剪亂，凍好食。天哪！加羅佩是真嘅香哎，而且我真的發現加一個麵炸落去吼，口感較 Q，Q Q 的，好好吃。因為嘅麵筋哦，基本上可能係乾挑嗰種係嗎？對，所以個香味又出來，然後嘅煎軟香下去之後，我已經完全想唔到嗰種用味，超好吃。客家米頭，客家米頭啦，羅佩時對不對？哎，我們那個蘿蔔絲很香呢。自家做的。加種對，自家洗都蘿蔔米冇空嘅哦，用脆瓜咪當好食，脆瓜超油嘅。真嘅哦。好，你一下兩組國家嘅想法，不過到底師傅營養班都上嘅，夾夾嚟看。馬上就要來本分數誒，先搶嚟你嘅阿謝靈記搶本數。好，風水一半。你一下幫阿峰哥搶本分數，攬住一半。舉手，雪玲姐先搶公平。當有國家米絲啊，其實我做嘛會本風水，這麵有麵的香氣，對，蠻 Q 的。其實加個醬料要加系列會很好食。今年要做涼麵，你涼麵的醬一定要有足，麵條擀的真然非常的好。當好南水呢，我做嘛冇本分數，係因為講你個菜不時，唔得切下油的喂，韓式的都嘅一時一時安尼，凍硬長嘅個隻芡，按樣亂油唔足，亂去加雜。落去可能會較好。好，可能阿峰哥有冇強用嘅想法咯？哦，其實吼，咱冇本該崩退吼，其實凍可惜一點是講吼，佢個杏仁醬油啊，佢個比例嘅問題。其實個煮嘅麵凍 Q，哦，凍可惜是正常的。韓版因為做咧講個醬汁調好時，只有水母，因為做咧擠到那個杏仁醬，因為該地板半合半勻是凍可惜，是正常用的哦。啱啱本該。難對，其實上班未當簡單，佢個菜脯要炒過，佢個香味要炒出啊，韓國要加啲麵筋凍加粉。好，兩組都各得到1分，唔夠三下嚟看一下，今日阿牛房師傅帶來乜個好料嘅，我老太請分享哦。夾夾出開菜，耶！好，齊師傅來吼，佢就會帶來一道稀有珍貴食材。冇錯。你來看一下菜名都乜嘅？戰斧灼麻香沙沙，戰斧是我同學。哎，等下該戰斧豬啦。哦，戰斧。哇！所以你要戰斧又分啊，就牛排呀，係豬排呢？你係豬排哦。啊，你係豬係是該胡蘿蔔長大嘅，花田豬啦。花田豬。彰化有一家鄉嘅該，唔係愛鄉嘅啦，嘿，咁咪長江，你都冇食過該花田豬。太貼心了吧！好，來，怎麼做？好，來，你係啱先做該沙沙吼。所以今日全名係乜嘅？戰斧麻香沙沙，按樣廚師本機外本機開發，
就肌肉宪法10的豆啊，实质有老嘅皮通的，是一般係講吼，做嘅沙沙攏係用嘅橄欖油嘛，啱啱根本係用嘅黑麻油，你要用好的油，咩凍好的油哦，你允文姐莫血哦，对不对？要够好的油。老師，那這個人體的豬油可以嗎？這樣子可以嗎？對，這不是3層哦，對，那個是有9層，跟9層半一樣。他瞬間覺得人生沒希望了。他怎麼解倒像油啊？沙沙醬。沙醬油應該用嗎？哦。係啊，以前係做乜嘅？月子餐的啊，做哎，應該都唔記得咧，唔記得咧哈。徐師傅最厲害，創下經典就是使用黃金做料。對啊，應該僅僅係英文哦，我才大開眼界呢。明白。就很多食材我真的連 Discovery 都沒看過咧，真的厲害。它不一樣。唔敢是啦，銀油啊、跟籽油啊，昨天拿掉唔怕。Selina 這怎麼個攞去洗訓啊？去皮啊。去皮啊。啊，水下豆豆是做得咧啊？叫咧，哦，做得了。哦，那個變落街，變水係嗎？好，然後係7層插9層啊，沙沙的靈魂。允文老師應該會做沙沙醬，我覺得。對。因為沙沙醬它也算是健康飲食啊，哈。然後洋蔥切末哈。好厲害！你又故意不看，我有發現。我等下係底下趕絲見啊，係啊。我還以為你說我愛趕甜豆。也是。哦，了番茄哦。我硬有隻問題哦，怎麼解沙沙醬就挺愛用，跟牛番茄它太粒啊，像個那種細粒那種聖女番茄總得咯。莫切啦，莫切啦。你這麼會切？我唔會，因為底下一定要去皮啊，其實都唔會要解皮嘅。哦。啊，香港人會加 tomato 醬嗎？唔是。沙沙醬真的超棒，我超愛的。鑽碎，好嘞，一點ram不愛好嗎？ram。好。今天要是知道你有4顆蛋，剛才就分1顆給我們玉峰哥了。雅姐，給我一張3兩粒哦。你就差個一粒卵哦。碧雲姐就可以把蛋粘起來的。你看你，害我們改菜名，見卵變做炒卵。炒卵啊！你係扮幽門，係講要大模啦。對啦，愛門啦。你像咧係黑麻油嘛，像咧一般的沙沙醬西式的係是用嘅橄欖油，啊中式的哦。他麻油的沙沙醬會搶味吧？唔會，你有試過咧？搶味的問題哦，像有的做出來切的菜有幾下種，有風發、紫色、發發，有茶末。有整茶末。有啊，有一個比較嗆啊。哦，好嗆。哪一個比較嗆？雪玲姐比較嗆哦。對。唔，其實做料理要用拍法唔會差，不過瘋狂的下香。你看，我哋啲個獨獨個油啊，斷筋係嗎？斷筋幾時都鹹。好，你下師傅會做嘅事情哦，睇下啲嗎？啲嗎？身騎白馬，怎樣？要先沾蛋，倒3罐。嘿，冇錯。哦，你點中了碧雲姐的笑穴咯。有啊。麵粉，卵，所以該最美嘅係麵包粉。哦天啊，炸起來好漂亮哦！我眼睛老講，你係應該提白是戰斧豬排。真勁哈！因為我每次去火鍋那個牛排店啊，看到那種300塊以上的我都不會點。你這樣子，你亞波看到節目以後，你每一天都有戰斧，回去就你沒吃過是不是？全部給你。你啱鋪一下就好了啊！你啱撲啊，唔會當盤。那雪下來春下來個骨頭咪做啲煮湯嘅，做得。啊，用口音鋪過去後，又到像鋪豬排，它裡面還沒做啲餅起司。你講啲地步係啊？嘿，按到該藍帶豬排啦。那牛嘅地基係熟呀，冇熟啊？就係要凍落去啊，鏘凍落去熟咧，有啊。哦。有啊。熟咧。水臉雞嗎？你看見他已經看着豬排笑出魚尾紋來，真的。那你們吃通常是什麼料理方式？我們都吃山上的山豬啊。山豬。金斧頭跟銀斧頭，你釣的是哪一隻斧頭？戰斧豬那一隻。哦，一家之主的主區裡啊，只挑龍用的很薄哦，是不是幸福到哭了？我剛剛看你擦木子來，因為有加洋蔥。
那你们吃通常是什么料理方式？我们都吃山上的山猪哦，山猪，真的哦，真的假的？尖石香哦，对，所以也是用黑胡椒这样炒吗？葱啊？可以啊，马告那些哦记住。哎呦，有吧？哇，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孙悟空脚踩的那个吧？等下先沙沙酱，我现在都会做摆盘，所以这个要回炸吗？同时会炸。就是金斧头跟银斧头，你钓的是哪一只斧头？战斧猪那一只。像你啊战斧猪排啊，一般都讲个行情差不多多哪呀？你一记差不多16块。哎呦，其实不会动贵耶，真的？谢谢56块还好吧？谢谢伯谦。确实是可以啊，56块比那凉水还便宜嘞。啊，春年应该是用的那破墙，应该是差不多好的。好，我们太看一下。啊，你是按用用。好嘞，哇哦！战斧佐麻香沙沙，按用去后 C 喽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战斧猪排，然后佐这个沙沙酱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觉得快耶，是不是可以先放一边了？嘿呀，对，马英勇直接拿起来，对不对？战斧牛排，语文老师 OK 吗？好，老师把室温呐。没关系，我们 Q 他了品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品尝看看。哇，加加热血，50点呢。哇！哦，沙沙酱很赞，必须说战斧猪排非常的嫩。各位记得要跟马油落去啊哈，改变了一般对于沙沙酱的这种想象，这个是独门的沙酱。因为一般的讲还会加一些蒜米，这个没有加蒜，它是用麻油这样。韩国吼，假设蛋肠是个战斧猪排的时候，可能会感觉吼油油的，不过放到个沙沙酱放下去咯，店头会这种清爽的感觉哦。所以眼睛也是把上面的酱吃完了。许师傅，你要不要再给我们一点酱？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把酱都吃呛呛哎。我是有只感想的，是会，一家之主的主区里啊，这跳舞用的很疯哦。怎么会这么幸福呢？很棒，是不是幸福到哭了？我刚刚看你擦木子的，还有感动哦，因为有加洋葱，清爽不油腻。而且它的香料都把那个肉味的它的鲜嫩带出来。系啊，韩酒哦，可能佢因为系破过嘅，所以喺腐哦爆果地背度哦，它咬落去嘅时节咯，会喷汁爆浆，真正动好血哈。后血都吼皮润啊这咯，蘑菇欣赏哦，直接用手拿了，这样才好吃，吮指的美味。战斧猪排我特别做的，唔免安尼做，佢安尼做，米是咩冻蛋呢？冻香，真嘅冻好食吼。我冇想到麻油也做得安尼做。系啊，很棒很棒。师傅真嘅係創作出一個新嘅味道誒，觀眾朋友也本傳到咯，你都不卡了吃做看呐，唔夠條件一畢業。马上就会整好最杯米馆的挑战。把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的时间底度，用自天的食材变化出无穷样的料理。亚馆唔但将系比米西，没有比创意哦，都带奶嘴将系正经的把边料理网，一家之主，人哋随来上菜了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哈，大家看的4年度底哈，我也见来见去，但是是有原因的，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克制啊。对啦，因为我冻好是甜食，有一种淀粉哦，其实佢冻好，不过雪太多的时间啊，这么变态口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最爱的吗？嘿，珍珠。哎呦，又相关哦，珍珠又上去去买1送1，我还打折了。他一定会喝，天天喝。哦，大家打扣了本台看。今日到底係嘛嘅呢？就是马铃薯。马铃薯哦，没记住啦。我其实非常爱吃马铃薯，特别是薯饼。然后是。其实有走冻豆料理咯。对啊，雪梨检测之后发肥嘛，创意咧。马铃薯煮咖喱。错。特别专门成夜色煮给它切发蓉啊。哦，外形改变了。外形改变。因为会氧化变固态。唔系啊，你切头长晒去炸去啊，就赶快把它吃掉，就看不到它氧化。你做对咯。好啦，好，你下玩一下啊，凤哥。我要拿来做沙拉，我强的沙
沙拉泥油啊，弄好的时间放到该甜筒地步。哦。糙米油啊，浸12个小时落去泡，放去湿度上脆脆安尼。哦。黑奶发，我想要把它做成甜派。就是一般来讲那种像是有没有西班牙的那个咸派啊，迪杜维啊，温州边那马兰薯。哇，真紧就有配呢。对啊，很符合你喜欢的吧？对。睇下嚟發表創意下，可以和馬蘭薯做做出乜嘅？睇下個上唔到嘅料理嚟進行最波米館挑戰。馬蘭薯做邊出馬料理呢？先嚟問看風吹，請問一下紅隊帶來嘅菜名都乜嘅？蛋餅馬鈴薯泥。蛋餅馬鈴薯泥。有一點玄機在這裡面，不過到底有乜創意？我們等一下直接直擊了料理後哦。來，最波米館嘅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啦！好，旁睇嘅風吹之後，可以看下藍錘，挨撈大家先講一下，前景為本日面風心跳，點樣做嘅菜名按到？屬於你的泡菜。哇！屬於你的泡菜，屬於你的泡菜好。薯，梗係馬蘭薯，芋總品的芋頭，還有一起個芋縫，嘿，屬於你的泡菜。哇，好會取名字哦。他剛對你說呢，他對雪玲姐我雪玲見到了，很有看到。好，屬於每一關的哈，我台上都有講哦。好，給你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哦！兩隊都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開始走咯。馬鈴薯，其實係凍簡單的食材，能夠走得走出變化，也是考驗哦。對啊，你很擔心會做馬鈴薯，會做馬開，我係做該上甜筒啊，因為的沙拉。好棒哦！那我們另外開一桌，這邊給。好，這邊做哈，我開始比賽是嗎？來來來，老師，我們又要開始擀麵了嗎？哇！老師，請問一下，你這一團麵皮啊，哈，什麼口味的？是小麥嗎？對，全麥的。所以你的馬鈴薯會用到哪邊呢？包在裡面。哎呦，有包在裡面的。還沒，等一下包。彩色馬鈴薯。哦，就麵包。一條嗰種，呢啲有食菜用埋眼度。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熱烘，讓 Andy 燒雞一下。紅糖，各位嘿。法式芥末醬。對，芥末籽。芥末油。哦。那接下來是薑黃粉、鬱金香粉、鬱金香。哦，這是法式芥末醬。哦，芥末醬哦。那接下來呢？這種是5種穀類。這應該3管係嘛該？這個就是它，這三個就是它，然後綠色的就是這一些，然後黃色就是。你還有乜東西？哦，這個是酸豆，這個是酸黃瓜，這個是青豆仁。哦，你係料是做得做該凱撒醬的呢？有點。哦，對。其實要用凍好呢，因為小朋友凍這樣的槍頭。落去拄好，剛剛好。因為你可能還會變色的哦。落去唔怕哈。但是我有個問題，老師，是我有看過夜市裡面有個印度人啊，他是用鍋子的下面呢。對啊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他這樣比較大。對對。烹嘞，老師。有啊，有啊。你看怎麼那麼慢啊？你看，哇，見證奇蹟了，哇，真的烹嘞！先讓老師做一下好不好？老師，你持續做一下哈。哇，這邊哎，這個粉。這個是麵粉，東京麵粉加酥炸粉，還有一點點的發粉。東京麵粉，對，然後跟酥炸粉，跟一點發粉。因為我媽媽上個禮拜婆婆出來，還問我說，都帶我老馬街，讓我們按用按啱做等你。他問你。就是加一些發粉，它還加醋，有蓬鬆，對，醋也是可以的，醋，對，它就是破壞它的麵粉的質感。有發粉的，還會算時哦，唔是，講時候咧。你係講唔可以用發粉，你用滾滾的油去沖機，咪係做得咧。真的，麵團啊，所以方法不止一種啦，就像母的飯團一樣。一個，我哋阿鳳發的這個比例係馬上高啲嘅。Apple。而邊啊特別客家嘢都一條都你話高年即係強好泡菜，即係千葉擺一條泡菜。北鳳山啊咩？係，然後就自貢阿婆搞個釀咗，啊，就攞旁邊看都學起來。你看你一套菜就係創新啊，傳承。接下來就講屬於你泡菜，薯條係
马铃薯、番薯2个薯。马铃薯2个薯。哦，马铃薯自己加1个薯。对，乌味那个总品的乌味。总品呢？对，大家只知道大甲芋头，唔是总品芋头啊豆。所以呢，没有你的部位哦，特别公关总品啊，到味耶。对。太气噶，一定要支持。啊，总品喺铜锣桥，哦，是青豆乌味喺公关桥。系啊系啊。就是那种厉害。听咱的。水芒。刚才你雪玲姐摸那杨不凯的色枪给她，雪玲姐你要亲自来验证一下吗？色枪就用那些色枪做出来。对，手板唔系用胎嘅，不发现呢。用胎嘅色枪，也该吹。会跳出，会跳出。懂厉害，老师懂厉害。懂呀，佢系乜嘅？全国第1名。嘿喏，第1间呢？对，第1又第1的。嘿哦。好，哎，我们先过去。好，开片好嘞。好，筷子。老师，看他有没有膨。有。有哎。有哎。老师好漂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。第一个我是没有熟悉它的锅子或者火候。应该第一个你要做像口袋饼那样做。对。对。佢落嘅煎嘅时都叫做膨胀了。对。因为干嘛的东西？因为它是热水面，烫水冷不是冷水面。你们手面团的比例嘅问题系冇？系冇哈。面粉1，热水0.6。哦。好啦。然后呢？然后变魔术哦。咁乜嘅东西？生菜要做卷饼啊，系冇？那卷饼就听我有沙拉啊，薯泥水沙拉，沙拉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糖醋脆瓜，是小黄瓜的吗？对，小黄瓜。我可以吃吃看吗？好啊，来吃吃看。量够吗？如果够的话，我也要。好，来。哇，我一下抬挑，糖东西卡吱呢。老师，你那个脆瓜好好吃哦。对啊，尤其热天的时节了，夏天呐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比创意，你们刚才讲了，没有一个人有老师的创意。对啊，你们家里有这种大管子吗？这个没有，那个可能像是用了30多年，你知道补水泥的时候有没有？对，实际上你当时走料理的时节用做料理的管子吗？还是糕点的那个甜点的呀？好漂亮哦！好大力气哦！老师崇拜你了。给挑农件起来。对啊。你俩10件啊？都农起来，做好了已经10件。有没有说买口干哈？我爸爸多吐他的草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想，等下我们去外面玩羽毛球。啊，你脱口就有梦英而选。真的。陈妈妈，你走的不挨选。冰箱可能真的还有。好漂亮哦！不过去鲍鱼都是口摸的啊。我们会切啊。有时候做菜是用想象力，不是只有战斧猪排能上桌，而且还故意黄绿红哦。我们让老师先处理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你先忙哈。好。哇，好脆耶！有加个切菜吗？有。懂眼哦。那是精华呢，真的。不过玉峰哥都我不做事做研究嘞，你有没安排煮菜哦？没啊，这个豆萝卜要靠自己啊。所以这个破炊也算是你的怀念家乡菜。对，一些阿婆菜的，我勾年勾节，我打破出来不太挑深颜色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少一个东西。少什么？面筋。豆腐注意，很一般人的思考呢，加面筋而已。还有嘛，要注意的素菜嘛，因为俺妈妈整件泡糜松圆。做开泡出来是要用浪水，烘开面团，去实在是袂切切的。哦。浪水，那是用该一般的水，你做咧该面糊啊，做咧剩便宜咯。该烟菌黑菌会破坏它的组织，一个筋性的组织啊。有没有说买破干哈？我爸爸多吐他的草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想，等下我们去外面玩羽毛球。哦，你破口就有梦英而选。真的，我说我今日整件很来学的啦。陈妈妈，你走的不挨选，那走在选。真的，冰箱可能真的还有。好，我觉得这边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老师那边。好。哎呦，老师，都 OK 吗？我们有拿走你什么需要的吗？这个马上要切的。好，老师要不要帮忙挤？我们这有一个烫力水手。可以，反正这就一条过去，来，你小心来。好，谢谢。可是我从这边过来可以吗？好。哎，你这边怎么不见了？对，不见了。所以不是他没力啊，会痛啊。哦，你怎么用30吨？哦，好大力气哦！老师崇拜你了。黄色的呢？这边吗？
哇，哎，伯谦，你有用途了。没关系，哦，好快哦。我真的很不习惯哎，打白心脏口头的虚接都是盖哭宝宝脸。对，没想到对啊，竟然胖也是有地方用。才20几岁还被老师夸奖。哎，你不是30了吗？很久几年了。哦，还有一年啊。那确实是蛮痛的，我看。真的耶，难怪老师不敢挤下去他啦。那个给挑那么健黑嘞。对啊。你俩长发现呐？都弄天嘞，走活了已经长发现。香港怎么？老师的纤纤玉手啊，牛不念。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节目穷了，盲测空空有你在现场砍面皮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要嘉奖啊。听前面的。那老师，你俩豆儿好有没穷用哎？这个是什么刀？锯齿刀。那个是蕾丝边哎。锯齿刀切开软够哎。面包哎。对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里差不多了，你倒数喽。好，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困难。这一波米馆有用马兰薯编出的料理，那组开有创意哦。马兰薯的编法，爱上呢，睇起来一听上唔多，不管蓝脆、粉脆都会穷用。我们现在吃吃看红队俩，还有你现擀的面皮哦。嘿，吃吃看呐。非常期待呢。用干面。哦，干面香梅冻香。没有看到我一咬下去之后爆馅出来，哦，彩色的馅料。老师调牙个盅哦，很用心。有看到刚才那个里面的食材是粉的豆，而且这个面皮的面香好赞，就是现揉现弄的面团哦，长回去安用的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大家有冇看到哦？老师还非常坚持讲它的湿度，它就减起来吗？真的有坚持有差。加一马兰薯东西，它会变得更滑。加的面粉皮冻香，有那个香香的那个面粉味。但是再好吃都比不过什么？属于你的泡菜。大家都喜欢。用什么拿包子？哦，用熟来拿哦。莫用筷儿哦。好吃。好说话。比我妈妈煮的好吃好多哦。陈妈妈这一集不要看，给它转台。这才是泡菜。因为它整体很外酥内软哦，里面很湿润呢。妈妈，这集你一定要看呢，你真的要学起来，好好吃哦。啊，的确有一点像鸡蛋糕的感觉。有吃过泡菜吗？有哈。那会觉得说今天口感跟你之前吃的油麻某 Q 用吗？这比较好吃。这比较好吃。它改米头啊。他改米头啦吼，印度，因为假做的节目当背吼，又做泡菜，不过俩吼真紧哦，又拍到前3秒。而且我要讲，他这道料理非常挑战，你要想想看，雪玲姐在这边，她是非常会做泡菜的，她是泡菜之王哎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泡菜有什么瑕疵，她会把它放大的哦，会放在脸表情上哦。对。他吃完，但他吃完了，他吃完了。我们想说改良说不让它传统那么油，有些泡菜冷太的说油，所以我们故意把那个面粉的比例稍微调一下，让它不要吸油。嗰度把切沙包底度，我把切沙因為它都溜出來，把給我吸油，我再把手拿我油。原來是這個用心，我還想說，做嘛切沙包到底度去，還趕快給加油，係對，真的很用心。我到底師傅運用班去拼粉呢？叫你看哦。挑戰一畢業，謝林師傅搶本分數，藍翠熱粉。好，大家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，風吹熱粉。香油。來，謝林師傅搶公平。那個擀面的技術，覺得做得好啦，懂厲害。懂厲害。不過人個馅料的問題，今年做3種色啦，其實2種色做好咧。食到後背米絲全部做香香的哦，也冇個馬蘭薯的嗰種香味。你做2種色，冇做1種色做好。好，他本來想說 bonus 不能力啦。我覺得可以少掉紅色的，這樣我的手就不會那麼痛了。這樣。啊，藍水咧，藍水攞擺有一啲薯料，人體不能做安尼面咧，確實好食。咱的泡跟米絲又出來，有古早味泡菜。好，你下吧，阿鳳哥來講題。我有本届紅隊啊，是最佳的創意獎。最美的是這個口感又跟
面皮的香味出来。啊，爱摸本叶片吼，其实佮个马铃薯的比例挺少的，个15度个马铃薯的味道，还因为点是个切切餐提味到时候，不是平平度。哦，你比方说佮个面皮我都咸也泼出来，哦。提名哦，是正常一个西蒙，感谢。亮祖真言都表现到10%的，而且今天呢，我们真的吃到了满满的创意，涵盖有轻油省意的料理，马上去了颁奖喽！耶！今天比赛成绩已经出来誒，風吹得到2分，藍翠妹係得到2分哦。票數亮祖都係大頭名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前個月嘅加菜機。恭喜！來，藍翠呢一片咪係大頭名哦，熱切500克嘅加菜機。謝謝。马上呢，先来摸摸看啊！我们现场的是老师等级的语文老师，代表了参加，你的心得是如何？老太恰分享一下。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，重点是我能听到，而且还看到2位大厨精彩的讲评哈，这让我收获不少。谢谢老师啦！其实老师待会哦，也是我们从来不曾看过的。对啊，我们真的要问大家大开眼界啊！真嘅，虽然一定要参加，先跟老太恰分享一下。希望大家我第一摆来参加，真欢喜啊！啊，你有看不完紧张的吧？他是属于比较害羞型的，可是呢，今天他就是默默的，你看，给他嘎巴，我们这一组的客语担当，也做很多太太 CC 天数案呢。真言的后生，来，我问问看，蓝醉，你觉得我们红队做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看蓝翠的一片哈，到底马上都会报名啊！因为妈妈懂喜欢2个主持人，真的。所以今天新最大收获是有2个，第一个我看到了2个按奖的主持人，按斯文主持人，哎，就很爱。对，然后还有第2个。吃到老师的战斧猪排，然后真的，还有看到鼎鼎大名那样的客家草草的第1名的老师，哇，这怎么会共发呢？对啊。然后第3个，我想说我们都来这边很懂欢喜来学习，也欢迎各位观众来总品料，总品多后高的体包，就有乌味、风噪，咩还有它的味味。哎，真的。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。系啊，其實都難得咯，因為看吼，玉鳳哥哦，呢度外地吼做成研究以後，還可以做出這樣的家鄉味，真係實屬不易。今日當歡喜哈，啊，我都台同阿報名，啊，都要大家見識哈，也感謝老師的指導哈，啊，我也專業有學習的空間，啊，專業的認真學老師教的哈，啊，現在有機會來參加吧，啊，做更好的哈，感謝。大家的，其實做出來某幾天啊，馬上下好，馬上下5好，我覺得做出自己家裡的味道就是最棒的。對啊，觀眾朋友，迄個女生的講都帶你家式的，還有幾好食的，都係佢破出幾好食，五個幾香的哈。你南北就來到沒有力去到中平村來請一個面。玉鳳哥，請玉鳳哥出錯誒，歡迎來了。哦，啊，黑講呢，你想要來試看啊，某區嘅北方料理有關於面食的話，那你就要好好重複再看一下，看看我們老師的語文老師呢，第8幾日都用嘅來表現嘅。係啊，最尾就用語文老師吼，佢可能當接用誒，加上星上半台車架，真緊要嘅。歡迎大家日日都大片發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，等等你鄉下來啊，到尾分享有。開後面是每週的都要到邊昆明城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